穿裙子最好看的高盘发，新手小白都来学吧，简单手法一学就会。来，就是头发短的话，又短又少，皮筋少拉一点；又长又多，皮筋多拉一点。然后拉好之后，把皮筋在6号啊，中间给它1分，然后把发尾是从下往上掏，就是你掏上来，这里不要松。如果你掏上来，这里是松松垮垮，那你这个头发那你就扎不紧，连你掏上来，你换头它不会松。然后我们再来把发尾连，头发长的你就多往上面多拉一点，拉上来；头发短的你这就少拉一点点。然后拉好之后，把头发来往一个方向留紧就可以了哟。如果头发短，发尾这么一点点留在外面，头发还有很长的，刚刚有几位说头发比较长了，把比较长的头发往上放上来就可以了。所以长发短发都可以的哟。然后我们来用上这个小工具呢，头发直接给它卡住了，从上往下轻轻来一推呢，推进来是不是就固定很紧，不会松也不会散哦，后脑勺又饱满，还显得比较有气质的哟。哎，这个发型没有看到姐妹扣1，是。